今日就講下兩單新聞啦。第一單就深刻叫唔叫做新聞咧？其實都係引述 Donald Trump 講嘅嘢啦。呢期油價波動啦，因為美伊戰爭。大家都知道啦，其實喺呢一段時間咧，Donald Trump 差唔多每一日咧都會去發表唔同嘅講話啦。有啲人就成日話佢彈出彈入啦，得閒就 tackle 下。呢一日話停戰，嗰一日咧又話撤軍，但係跟住之後又會話我要將你炸到變翻去石器時代咁樣。但係其實有一樣其中講緊一樣嘢咧，大家都冇當佢係亂噏嘅，就係話咧美軍佢嚟緊可能會想撤出呢一個霍爾木茲海峽。因為美國其實唔係好需要用呢一條海峽嘅，最需要用呢一條海峽嘅咧，其實係歐洲，因為佢哋好大部分嘅石油來源其實就係來自中東。咁你要來自中東的話咧，啲原油其實就要經霍爾木茲海峽去出嚟。咁佢就話咧，我要離開呢一度，我離開咗呢一度之後咧，你哋如果要用嘅話，你哋班歐洲嘅國家就自己去處理翻佢啦。呢個其實係有好多人其實就拍掌叫好啦，就係話覺得亦都正如好似今日 Donald Trump 咁講啦，佢就話美國咁多年嚟用咗咁多錢，亦都放咗咁多嘅駐軍去履行呢一個作為一個北約國家嘅責任。但係咧，佢就發現原來咧加入北約咧就只可以用嚟防衛歐洲嘅。當美國需要歐洲嘅國家去幫手嘅時候咧，大家都係會耍手擰頭，甚至乎會話翻我轉頭嘅。所以而家就開始放風話會想退出北約。其實呢一度係一系列環環相扣嘅嘢啦。我哋用常理去理解啦，就當然可以理解到正常人都會啦。我出錢有出力，但係到我要幫手嘅時候咧，你就唔理我。即係平時你淨係揾我笨啦，你當我老襯啦咁樣。所以其實如果嚟緊真係會發生呢一件事嘅話咧，對歐洲嚟講咧都應該係幾頭痕嘅。但係同一時間，我哋亦都可以換個角度去諗，就係點解咁多年嚟美國都會願意去做呢樣嘢？即係呢樣嘢其實唔係實時三刻嘅事啦。就算以前係民主黨嘅總統定係共和黨嘅總統都好啦。其實呢一個問題都係一路都存在。但係大家可以理解到而家就係美國嘅國債問題越嚟越嚴重，美國嘅債務亦都越嚟越重。到底呢一個債務咁重、利息支出咁龐大嘅情況之下，係唔係真係可以支撐到美國去繼續做呢一個全球霸主，繼續可以去通過佢嘅美軍喺世界上唔同嘅地方去作為一個和平部隊、維和部隊嘅狀態去出現呢？其實我哋見到美國其實近年開始去將佢喺世界唔同嘅地方嘅駐軍去減少，其實深刻就係為咗去減少呢一個軍費開支。而我要去減少呢一啲開支，其中一個最主要嘅原因就係因為個債務問題好嚴重。呢一個其實係好難解決嘅一件事。亦都係無可避免地，我哋會見到美國可能一路做緊嘅嘢，其實就係做緊嘅一啲，不論係佢希望可以做到一個叫緊產業回流啦、原油嘅自由啦，同埋而家去削減呢一個作為呢一個世界警察嘅一啲開支都好。所以我哋可以預見啊，未來其實未必仲可以好似我哋過往咁樣有美國呢一個世界警察喺世界上唔同地方去維持呢一個和平。如果世界上係冇咗一個世界警察嘅，好必然嘅結果咧，就係其實會有好多唔同嘅動盪。可以係戰爭大規模嘅、細規模嘅。其實呢樣嘢亦都係會影響到全球嘅供應鏈。當呢個供應鏈唔再穩定嘅時候咧，其實物價上升亦都係好容易會發生嘅一件事。所以大家唔好咁容易就覺得好快美國撤軍咧，咁就可以變翻去之前咁樣噶啦。其實好可能呢一次戰爭亦都係代表咗其實嚟緊一段好長嘅時間，世界嘅秩序會再同以往唔同。第二單新聞咧就係 BBC 啱啱自己引發嘅一場公關災難啦。話說 BBC 咧早排就出咗一條片，就話咧英國咧其實係有1300幾萬隻狗被飼養嘅狗寵物。然後亦都有36% 嘅屋企咧嘅家庭係擁有一隻或以上嘅狗隻嘅。喺條片咧就話咧，英國其實係唔係咧過分 dog friendly， 係唔係應該要減少一啲狗隻嘅數量咧？因為有好多人其實係對狗敏感或者係怕狗嘅。
咁而家亦都隨住越嚟越多地方係對狗隻開放啦，就例如係商場啊、餐廳啊或者啲 cafe 咁樣啦。咁所以咧，其實會唔會反而令到呢啲唔適應狗嘅人咧嘅生存空間會減少？咁然後就叫大家去反思呢一個問題。咁啊，大家都知道喺西方文化或者喺英國呢一個國家啦，本身就係非常之喜歡動物嘅。咁啊，亦都係非常之尊重動物嘅，咁所以可想而知 BBC 呢一個咁樣嘅反問咧，好自然就引起咗大眾非常之嘅大嘅不滿啦。咁而 Tommy Robinson 同埋 Rupert Lowe 亦都唔會放過呢一個機會啦，咁就即刻話咧，BBC 而家推緊一個 anti-dog propaganda，咁啊要求即係時候咧要 defund BBC 啦，就唔好再俾 TV license 啦。咁啊，當然啦 ，TV license 其實都冇乜人中意俾嘅啦，亦都係冇乜人咧會好支持 BBC 嗰一種非常之左翼嘅立場。咁啊，但係我哋又調轉去諗啦，BBC 係唔係真係會冇諗過、冇預過會有呢一種反應咧？咁其實佢推出一條咁樣嘅片，喺一個咁熱愛狗隻、將狗隻視為家人嘅一部分嘅國家裏面推一條咁嘅片，問一個咁樣嘅問題，佢應該係預咗自己係會被大眾去圍攻嘅。咁呢一個就去到最後又翻返去同一個問題啦，到底呢一條片係俾邊個睇？咁我哋知道啦，其實喺東亞嘅文化，喺西方嘅文化，咁其實大家都唔會特別去反對狗隻嘅。咁當然我哋唔好講嗰啲會食狗嘅行為習俗先啦。咁但係咧，對穆斯林嚟講啦，對伊斯蘭教人嚟講啦，狗隻係唔乾淨嘅。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其實2個月前啦，喺紐約嘅一位都幾出名嘅支持巴勒斯坦嘅活動家啦，Nordin Kiswani 啦，咁佢就發表咗一個非常之有爭議性嘅文章。咁佢就話咧，喺狗隻咧，其實喺社會咧係有一個地位嘅，即係狗係唔應該被屠殺或者被趕絕嘅。不過佢哋係污糟，所以佢哋唔應該係作為喺屋企裏邊嘅寵物。咁當然呢樣嘢就亦都係引起咗大眾嘅不滿啦。咁但係其實呢一種正正亦都反映咗伊斯蘭教同埋穆斯林裏面佢哋本質上係唔中意狗隻嘅。咁亦都燒翻過嚟英國呢一度啦。咁其實我哋亦都係又帶翻去呢一個近呢幾年一路出現嘅問題，就係英國人嘅一種反移民潮。咁當然佢哋其實名義上係反所有移民啦，即係大家會有好多人覺得係佢哋係反所有移民，但係實際上其實你睇到每一個推動減少移民數字嘅政黨，又或者係喺社交媒體上面發表要支持要減少移民數量嘅人，其實佢哋嚟嚟去針對嘅對象就係穆斯林。咁始終呢一個唔係話因為佢哋種族歧視佢哋，但係穆斯林嘅文化同埋佢哋嗰一種帶嚟嘅文化入侵，對英國人同埋有好多西方國家嘅人嚟講咧係難以接受嘅。咁呢一種嘅難以接受，我相信香港人其實亦都非常之有同感。咁所以喺呢一個嘅情形之下咧，亦都再次去證明咗一個事實，就係面對住政黨一啲左翼嘅政黨，為咗爭取呢一啲穆斯林移民嘅選票，佢哋係可能會選擇去用一啲同大眾嘅意願相違背嘅方法去推一啲嘅議程，或者推一啲嘅意識形態。咁所以我哋可以預見到咧，其實呢一種意識形態嘅衝突咧，其實只會喺未來係會越嚟越嚴重嘅。咁所以大家見到呢一啲新聞嘅時候，係可以留意到背後其實有呢啲嘢去進行緊。咁我哋亦都知道呢個世界發生緊啲乜嘢事。